还要观察鬼子的动向呢。这一次鬼子的伤亡不小，主要是小看八路军吃了亏，接下来鬼子肯定会迅速做出反应，到时候想占便宜可就没那么简单了。对，接下来咱们该怎么打？老老实实守在这里等上级的撤退命令吧。也不知道主力部队有没有拦住鬼子的大部队。杀鸡给给，杀鸡给给。10点钟方向300里，给我轰掉那挺重机枪；12点钟方向，给我炸死那些试图冲过来的鬼子。李阳不停指挥作战，给鬼子造成不小的伤亡。可是迫击炮弹太少，得节省着用。连续打掉几个鬼子的火力点以后，刘连长就让李阳停止了炮击。杨子，你小子过来干嘛？赶紧给我回去，这里太危险了。我们还指望你待会儿给我们好好支援几炮呢。废什么话，我死不了。看见那顶鬼子的轻机枪了吗？小鬼子居然用自己人的尸体累积成一个防御工事，如果不打掉他，接下来鬼子借助这股火力冲上来就麻烦了。可是距离太远，我们的战士根本打不着他。看我的，我帮你打掉他。好枪法。这样不行啊，除非炸掉鬼子的机关枪，不然他们老是换人，那我们还是很被动。没事，让我好好教他们做人。干掉一个鬼子小队长，这下看你们指挥万不万。八嘎！土八路有狙击手转达我们的指挥官，部长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撤退，去青石哨做个下。报告，查清楚是哪支部队了吗？居然让我们皇军这么多士兵玉碎。报告少做个下，已经查清楚了，是八路军386旅一团的一个连，大概有200人左右。土八路，这不可能！对面的中国军队，无论是武器装备还是作战能力，都是土八路那群乞丐军队不能比的。鬼子少佐不太相信对面的军队是八路军，或者说他不愿意相信，他可是堂堂厕所皇军的主力。传令下去，继续进攻，拿下对面的高点侧翼阵地。哈伊，杀鸡给，拿下土八路的侧翼阵地。不好，排长，鬼子冲过来了，给我打，一个也不许放过来。有机关。李阳收起狙击枪，拿出绑满石头的手雷。赵大头，手榴弹准备了，希望那个小子的办法能有效果，不然老子非得锤死他丫的！一阵爆炸声，离得近的鬼子直接被炸死，离得远的鬼子也被飞过的石头划伤，捂着自己的脸惨叫。威力这么大，没想到李阳这小子懂得还真多呀！突击班，给我打！奶奶的，还想偷袭？也看老子给不给你机会！后续的鬼子也不敢继续冲锋了，这轮的战斗暂时结束，无疑此次胜利依然属于八路军这边，但这一次的伤亡明显比之前大。弹药已经消耗了一半，可鬼子却还有2/3的人，弹药不够用了。李阳，你小子可以啊！今天你那个什么手榴弹，用绑腿绳绑上十字很管用，炸死了不少鬼子呢。那是你们太笨了，石子能够增加手榴弹的杀伤力，没想到你们居然连这个都不知道。刘连长给李阳分配的子弹不多，也就40-50发，打偏就没。李阳不得不直接拿缴获的子弹补充弹药火力。哎呀呀，杨子，这鬼子的子弹你别全拿走啊，上交一部分吧，大家的子弹都不够用了。你够不够用干我屁事？可咱的缴获不应该上交吗？是啊，我是炮兵班的，又不是你们3排的，我缴获的子弹当然应该上交给炮兵班，所以我自己拿着有什么不对吗？哎呀呀，你小子别走啊，再给我支2招呗。你小子不在阵地上坚守来这里干嘛？对，小鬼子已经3次进攻失利，今天应该不会再发起攻击了，没事的。而且我饿了，炊事班啥时候开始做饭啊？再不做饭天都要黑了。你们这么看着我干嘛？样子，你不知道咱们打仗的时候一般是不做饭的吗？这又不是在驻地附近，所以炊事班没地方做饭。啥？不做饭？那我们吃什么？出发以前不是让大家都带了干粮袋吗？每个人都是干粮，你没有吗？没有啊，那怎么没人通知我？这是用鬼子的东西用习惯了，压根不知道八路军还有干粮袋这种东西。这些给你吃。对，你看你的手一点也不干净，会不会有细菌啊？什么细菌？大家都是这样吃的。细菌就是一种对身体不好的东西，吃多了会中毒的。去，说什么屁话！以前我们都是这样吃的，也没见吃坏肚子。就你屁事多，爱吃不吃。说着，刘连长就开始赶李阳。李阳很无奈，干脆饿着肚子先出去了。待会去鬼子那边看看吧，希望他们能有点吃的。班长，你去哪？我去拉屎，你管得着吗？李阳离开进入树林后，随便找了一套鬼子的衣服，扛着3-8大概就钻去了鬼子那边。
口令：横兵5千，回令。回你妈的令！跟上次一样，李阳凭借上一半口令，李阳很快又骗到了回令，一路可谓是畅通无阻，很快就摸进了鬼子的军营。这鬼子的伙食真不错啊！李阳吃饱喝足后，发现不远处的3个鬼子正在擦炮，赫然就是鬼子仅存的炮兵啊！既然都发现鬼子的炮兵了，还是干掉吧。八嘎，怎么回事？哪里来的爆炸？土八路军从西边偷袭了，所有人注意！所有人停止射击！到底怎么回事？报告，刚刚有人说土八路从西边偷袭，炮兵阵地上发生了爆炸，3个炮兵全部玉碎。八嘎，刚刚那个家伙是奸细，快抓住他！那你，八嘎，奸细站住！傻子吧，都说老子是奸细了，老子还能站住？